威靈頓街水口。生喺香港嘅每一個人都應該知道威靈頓街呢個街角。佢唔係咩地標啊，但係就無人不知。嗰度地點咧出現咗一個地下廁所，絕對係一個救急扶危嘅寶地。喺中環工作嘅人有邊個冇去過啊？咁出名嘅地方，但係風水壞到冇得救。佢生生世世都係做啲小作坊啊咁。我仲記得嗰度有個活版印刷師傅喺嗰度做咗多過30年，其實真係香港嘅化石。但係風水就係風水，即使你幾頑強都好，都冇辦法可以將呢個尖角變成咗寶藏。係咪因為地積細，所以風水先至唔好呢？又唔係喎，係因為佢將舊樓重建嗰時冇考慮用風水，或者錯誤引用風水。首先要明白咧，皇后大道中同埋威靈頓街嗰個車流係從後面匯入去前面呢個三角水口嘅，然後再向低流出。即使有交通燈管制嘅流量，車嘅速度都係杯水車薪咧。行人過馬路嘅速度簡直係全港之冠。嗰度人數多，企位少，等紅綠燈嘅時候仲要曬到扎扎條。你覺得呢度會有人喺度悠悠閒閒咁樣瀏覽嘅周圍風景咩？現址所建嘅大廈咧，喺當時設計完全冇考慮到風水，好明顯咧係着眼於實質嘅地積比率，同上環一般嘅商業樓宇感覺差唔多。可惜呢種實實在在嘅生意眼光放喺呢個地段咧，只能夠掙扎求存。冇乜可能飛黃騰達。如果能夠推倒再來，我會建議咧將地面一層留空，完全借用咗匯豐銀行嘅理念。除咗電梯上2樓商場同埋升降機大堂，成個地面留作行人區。除咗可以遮風擋雨，仲可以賣下熱狗兩餸飯，同對面嘅中遠大廈相映成趣。不過呢種咁前衛嘅風水設計，保守嘅發展商又點可能接受到？咁呢啲咪就係一命二分三風水咯〜